Hi. It's really nice to meet you. I'm Jimin. Nice to meet you, Guy. I'm Jimmy. 你有冇試過做乜嘢都想做到最好，但係又總係覺得自己唔夠好呢？一個人喺深夜嘅時候對住鏡問下自己：我做得夠唔夠好啊？又或者明明已經做到90分，但你個腦入邊把聲仲係不斷咁話俾你聽，仲未夠好咧，爭少少，可以好啲㗎。完美主義聽落好似係一種優點，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佢其實係一把無聲嘅枷鎖。今日我哋嘅主角 BTS Jimmy， 佢會透過一隻代表嘅歌去拆解佢點樣利用 EQ 情商，將原本殺傷力極大嘅完美主義轉化為一種溫柔嘅自我接納。如果你日日都喺度同自己玩心理戰，呢一集可能係你嘅救命草。大家好，歡迎返嚟 Brave Towards Self 系列裏面嘅與 BTS 勇敢走向自我，用防彈少年團去解碼學習成功嘅智慧。我係 Miss Min 姐。呢個節目呢，唔係淨係講偶像，而係想借助呢班嘅 BTS 嘅少年團嘅故事，去睇下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自己，理解情緒同埋同世界相處。今集嘅主角係 BTS 嘅 Jimmy。喺舞台上面呢，佢好似絲綢一般咁優雅嘅舞者，好有獨特嘅聲線，有閃耀吸引嘅舞姿。但喺台後喺錄音室裏邊，佢可能係成個團入邊對自己最嚴苛嘅一個。我哋會用情商 EQ 呢個框架去解碼 Jimmy 喺完美主義嘅背後係點樣一步一步學識去接納一個唔完美嘅自己。嗱，仲有我準備咗一個好少嘅測試，可以睇下究竟你係一個完美主義者啊，定係一個佛系型人啦。嗱，記得尾段做埋佢啊。好啦，我哋正式開始啦。好多人以為 EQ 就係唔發脾氣啦，好冷靜、好理性就係啦。其實 EQ 喺嘅情緒智商裏面係有3個維度嘅。第一，要自我去覺察。要認識自己嘅情緒，你知唔知自己而家係咩感受？你焦慮啊，定係太攰而感到困倦，定係其實兩樣都有呢？第二，要學識自我管理，去管理自己嘅情緒。你識唔識喺唔開心嘅時候，唔好俾情緒失控去影響你嘅言行舉止？而最尾嗰樣就係溫柔嘅界線，你識唔識對自己溫柔一啲？接受自己嘅限制，而唔係用責罵自己去逼自己進步。今集我哋主要會聚焦喺第3個維度，即係溫柔嘅界線，對自己都要有情商。香港人咧好識得去要求自己嘅，由 DSE 啦、上大學啦、搵工啦、升職啦，我哋由細到大都係喺嗰啲你要更好嗰個信念裏邊長大。但係你有冇試過停低問一問，其實我到底係為邊個好呢？講返 Jimmy 嘅故事，不如由佢未出道起講起啦。Jimmy 咧就喺釜山嘅藝術高中係讀緊現代舞嘅。喺嗰個時候咧，喺嗰班人裏邊，佢已經係最出色嘅學生之一嚟㗎啦。佢嘅老師覺得佢好有潛力，於是咧就幫佢介紹參加一個 Big Hit 嘅 Entertainment 嘅試鏡。然後佢就成功入選啦，成為 BTS 嘅預備成員。但係有一點 ，Jimmy 咧喺 BTS 嘅7個人裏邊咧，佢係最後一個加入成為一個練習生。其實其他成員咧已經練習咗好耐，甚至有啲已經練習咗幾年㗎啦。而 Jimmy 呢個練習生嘅生涯咧，只係得6至11個月，亦都因為受訓嘅時間咁短咧，喺佢出道前咧，曾經都面臨咁多達有8次幾乎俾人哋剔走喺呢個出道組裏面嘅危機。仲要係佢幾乎由零開始，由頭學過嘅流行音樂、舞台表演，甚至唱歌。你估佢係點樣應對呢種壓力呢？佢選擇咗係
變成一個練習狂人。佢選擇咗最極端嘅方式，極致努力，對自己嘅身材、歌聲、舞步都有住一個好瘋狂嘅完美要求。為咗令到身形可以更加靚，曾經連續10日淨係食一餐飯，甚至長期實行都係一日食一餐。而最初因為佢唔係一個聲樂嘅出身，佢覺得好自卑，覺得自己準備都唔夠，於是成日都偷偷去旁聽 V 同埋張曲嘅聲樂課，筆記落嚟，然之後反覆夜晚係咁練習。對於舞步，佢經常都會練到凌晨4點，然之後瞓2-3個鐘，6點零起身，對自己嘅近乎一個瘋狂嘅完美主義。佢自己後來喺訪問裏邊都有提到，喺嗰段時間佢感覺都唔知好似幾時都會俾人哋踢走一樣，個感覺好困難，好唔舒服，好唔開心。講到呢度，問你個問題啊，你有冇試過對自己設定咗一個標準，然後發現你永遠都達唔到？完美主義嘅最大問題唔係要求高，係你嘅夠好嘅標準會不停咁會移動。每次你做到一件事，你唔係開心，你係立刻去開始諗下啊，究竟有啲咩可以再做好啲呢？唔好誤會將表現唔夠好變咗做個人唔夠好，其實一字之差就變成本來可以要調整嘅嘢，就變成咗造成一個人格嘅審判。Jimmy 就係咁啦，即使喺台上面萬人咁掌聲話佢幾好，台下嘅佢淨係識睇住自己嘅表演嘅片段，數住自己有邊度錯，邊度可以做得更好。但係有一首歌改變咗佢一切。2017年 BTS 發行咗新嘅專輯 Love Yourself Her。呢一個 Love Yourself 嘅系列係 BTS 音樂生涯裏邊其中一個轉捩點。而整個嘅專輯入邊咧，Jimmy 咧係得咗一首屬於佢自己嘅前導曲 Serendipity。呢隻歌咧 RM 咧都係有份負責裏邊嘅歌詞嘅創作嘅。裏邊歌詞嘅核心裏邊係有咁講：我遇見你唔係偶然，係命中注定。佢強調要接受緣分，要接受一個真實嘅自己。Serendipity 嘅中文大致意思係你意外發現美好嘅能力。點解呢首歌會係 Jimmy 嘅一個轉捩點呢？因為佢第一次唔係再用嗰啲勁歌熱舞、好大聲、好高昂嘅聲音去演繹出嚟，一隻 solo 由純粹佢自己個人嘅歌手身份去演繹呢一首歌。佢透過音樂去呈現一個最真實、最脆弱嘅自己。Jimmy 喺準備嘅 Serendipity 呢隻歌嘅過程裏邊咧，佢係用聲音去表達一種好柔軟嘅情感，係愛，係感恩，同埋都接受命運。而裏邊佢都加插咗好多佢以前學嘅現代舞喺裏邊，再唔係以前淨係嗰啲 hip hop rap 嘅舞步。佢喺訪問入邊都曾經提到，佢開始嘅時佢好唔習慣，因為佢太想做到完美。但係呢首歌講嘅係要接受唔完美啊！冇錯，就算係咁，我都要學得感恩。喺多次裏邊，佢都會咁樣演繹呢首歌。佢話：我曾經竭盡全力，只係為想一切都變得完美。但後來我發現，有啲事之所以完美，就係因為佢根本就唔完美。I worked so hard to make everything perfect, but some things are perfect because they are not perfect。就係呢一刻 ，Jimmy 開始明白，完美唔係目的地，真實先至係。嗱，如果你成日覺得自己一失手就等於失敗，你不妨可以問下自己呢3個問題啊！嗱，1，我而家係對件事失望啊，定係對自己失望先？第2條，我真係想進步啊，定係驚人哋覺得我差先？嗱，最尾呢條咧最有力啦。第3條，
如果我最好嘅朋友遇到同一樣嘅問題，我會唔會用而家批評自己嗰把聲去話佢？通常去到第三條呢，你會發現咩？其實你對自己都幾 harsh。講到 Jimmy 嘅自我接納嘅旅程裏邊呢，我哋都要提下其他嘅成員。我不妨裏邊都揀一兩個人嚟講下啦。BTS 係一個7人嘅團隊，佢哋係一齊生活、訓練、演出超過10年，呢種關係呢，令佢哋成為彼此一個好重要嘅鏡子。RM 團隊嘅 leader 對 Jimmy 嘅影響係最深刻。其實 RM 咧好早咧，我記得喺第一集都講過咧，佢係 BTS 入邊最早提倡 Love Yourself 概念嘅人。佢曾經代表過 BTS 喺聯合國大會度演講，用英語對全世界講 Love Yourself 愛自己。而呢個信念咧，剛剛就影響咗 Jimmy 去探索自我接納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力量。而另一個幫助到 Jimmy 嘅人呢，就係 J-Hope 啦。J-Hope 咧係 BTS 入邊最早接受正規舞蹈訓練嘅成員之一。佢比 Jimmy 更加早入娛樂圈，亦都技術上有得更加成熟。但係 J-Hope 咧，從來唔會用我比你好，我比你資深去對待 Jimmy， 而係用佢嘅標誌性嘅正能量。佢會不停咁去提 Jimmy， 其實你已經好好噶啦。你繼續咁樣行去，繼續努力就得噶啦。呢一種嘅友誼係真正高情商嘅人際關係，唔係要令到對方依賴你，而係要幫到對方揾返相信自己嘅力量。早期呢 Jimmy 都會覺得好想贏過其他人，後來佢發現身邊嗰6位成員唔係競爭對手啊，係佢嘅支柱嚟㗎，幫佢提高咗情商，學會咗同理心。佢開始更加多去照顧下其他成員嘅情緒，但係同時亦都俾成員去治療下自己。呢啲就係點解 BTS 能夠走到咁遠嘅原因。所以今集我都順手都帶到一個觀念俾大家：高情商嘅人呢，從來唔係淨係靠自己一個人可以修煉出嚟嘅。而係你開始知道自己都需要啲咩連結，而願意要接受呢種支持。而呢集呢，我都想借助一本書，就係一位台灣嘅心理諮商師周慕姿小姐呢，一本書叫做《情緒勒索》。呢本書呢，顧名思義係講咩？就係點樣應對一啲關係裏邊，有係用啲罪疚感啊、恐懼感啊，或者控制你嘅行為。但係今集呢，我想講嘅係呢本書裏邊一個好少人提到嘅概念。其實你有冇諗過，有時係對自己都會情緒勒索啊？咩意思？好多完美主義者，佢哋最大嘅情緒勒索者，其實未必係出邊嘅人，而係你自己內心嗰把聲啊！你唔夠好咯，就唔好學人休息啦。你做唔到就係失敗者。你比人差咁多，有咩資格喊？你認唔認得呢把聲啊？周慕姿喺書入邊有提到，佢係建立溫柔嘅界線，唔只係對其他人，更加重要係要對自己啊！溫柔嘅界線唔係放任，唔係話俾自己聽得啦冇嘢嘅，而係對自己講：我真係盡咗力，我需要休息，我下次可以再試。Jimmy 喺呢個自我接納嘅旅程裏邊，就係呢個概念嘅最佳嘅體現啦。佢從一個永遠覺得自己唔夠好嘅完美主義者，透過首歌 Serendipity 去透過 ARMY 嘅愛，同埋透過隊友嘅支持，慢慢學識要對自己好啲、溫柔啲，甚至可以話放過自己。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to me。嗱，呢句說話呢，本身就係 BTS 一隻歌叫 Save Me 嗰隻歌嘅成日演繹嘅一句嘅歌詞嚟嘅。好多謝你俾我做翻我自己。呢句歌詞正正係反映當時嘅 BTS 同埋 Jimmy 嘅裏邊嘅心裏邊嘅意思。
嗱，講到完美主義呢，我哋同時咧香港都有位歌手，亦都好好對照到呢件事，其實係張敬軒。呢一排我相信好多新聞都有講佢。張敬軒咧都曾經試過因為個聲帶出現問題咧，係冇辦法再用原來嘅方式去唱歌。對一個追求完美、對聲音極度嚴格嘅歌手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打擊。但係當佢復出嘅時候，喺一啲訪問入邊，佢曾經有講過一句類似嘅説話，係好有力量。我以前以為完美先至係美，但係而家我知道真實先係最美，唔係美嘅我，而係真實嘅我。Jimmy 同張敬軒，一個係韓國男子天團嘅成員，一個係香港嘅天王巨星。佢哋出身唔同，文化背景亦都唔一樣，但係佢哋走過嘅路，從我要完美到我接受真實嘅自己，都係一模一樣。而呢個呢，正正亦都係情商 EQ 呢條路上面最重要嘅一個工具。好啦，由而家大家最期待嘅互動時間到啦。今集嘅測試呢，就係你究竟係完美主義者啊，定係佛系？3條問題，每條係得 A 同埋 B 啫。數下你有幾多個 A 同埋 B， 咁嘅結果呢，就不妨喺留言區度話我聽啦。好，我哋開始咯。第一條，當你完成咗個 project 之後呢，你通常會 A 立即諗下下一個可以點樣改善嘅地方先。B 開心下先諗下一步啦。第二條，如果有人讚你做得好好，你內心嘅反應會係 A 係咯，但係我明明可以做得好啲㗎嘛。B 喂，好多謝你啊，我都覺得今次都幾好啊。好啦，第三條啦，當你搞唔掂有啲事情嘅時候，你會係 A 覺得都係自己嘅問題，我唔夠努力。B 我都接受有時候都唔係每件事都係可以掌控㗎嘛。好啦，揀完未？嗱，如果你大部分都係 A 呢，你可能係 Jimmy 型啦，嗰啲完全主義者、完美主義者，唔係壞事。但係今集呢，係俾你一個提示，試下對自己溫柔啲，有時都要放過自己啊。如果你大部分係 B 呢，喂，恭喜你啊，你已經係佛系嘅代表啦。但係記住喎，佛系咧又唔代表唔上進，不過喺上進嘅同時咧，都接受到唔完美咁解啫。嗱，留言區話我知你 A 啲定係 B 多啲啦，好嗎？其實我都想知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尾都想送2句嘅説話俾你哋聽。第一句 Jimmy 咧都喺好多嘅訪問裏邊有講過，佢話 It's okay to not be perfect。You don't have to be perfect to be loved。唔完美係冇關係㗎，你唔需要變得完美，你一樣都值得俾人愛㗎。第二句呢，就係張敬軒嘅話，唔完美嘅我先係最真實嘅我啊。2句説話一樣，一個喺韓國，一個香港，講嘅係同一件事。你唔需要完美，你需要係做返真實嘅自己。呢個就係今集最重要嘅 EQ 情商嘅功課，對自己溫柔一啲，係一種好高嘅情商。如果你都鍾意今集 Brave Towards Self 呢一種嘅方式，用 BTS 嘅角色去拆解生活嘅智慧，記得都留意下一集啊！而下集嘅主角會喺 BTS 入邊，你估係邊個？最年長嗰個，定係 IQ 最高嗰位呢？下集就會揭曉啦。不過咧，同以往最唔一樣嘅就係我哋會變咗做雙週先會更新一次，即係2個星期咧先會更新一次。希望大家見諒，我哋希望每一集嘅內容都能夠做得更加結實同埋更加精彩。多謝各位。最後記得 like、訂閱、分享同埋開埋個鐘仔，預備聽下一集。同埋都喺留言區分享你今集嘅測試結果啊！究竟係完美主義者定係佛系呢？我係 Miss Min 面姐，一個好鍾意講古仔嘅人。起點我哋冇辦法選擇，但終點絕對可以由你創造。等你嘅靈魂蝴蝶從今日開始拍翼，預備飛翔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